2001年，10年前嘅6月14日，合委會正式成立運作嘅。10年來，合委會透過通話機嘅舉辦，提升客家能見度，第2年傳承推廣嘅部分，以為客人認證同新傳師。香港客家電視台嘅成立，咪確保客家族群嘅媒體運用權。去年也通過嘅客家基本法和客家事務運作嘅法源基礎，談論業務增加嘅，還有預算增加，對第2年嘅1億元到更加有33億元嘅規模。雖然公部門展現對客家族群嘅重視，不過長期關心客家事務嘅負責人為客人客話談講嘅能力提升，還有相關人才培育也到基礎工程，還有許多改善嘅空間。學世界要同化800點，另外客委會正路嘅財經法通對02年推出到了下，當然相繼經創紀錄。2020年總庭37到231億，客家能見度未提升進度。不過安泰相繼成年人做下入來買東西，都可能冇注意到當地本來嘅產業同文化特色。他們賣的東西是不是這個整個台灣的這個觀光景點都有的東西，還是真正透過這樣的這個活動，可以讓客家的文化產業的這個特色可以得以發展？為到避免過度嘅商業化操作，本客家整體發通變到冇內涵，客委會會慢慢調整，未來會本客中更加有持久性。就整合通化局走向，它要重要，其他都縣市政府。鄉鎮公所結合社團嚟處理。公益新年，新疆客家文化5年全新嘅基礎工程未見重要，為到控制客家學習嘅年齡層，客委會05年推出客家能力認證。6年來通過國際認證嘅人數有44000萬以最近6年國家全日補助報名費，還有最好建議嘅方式，社好同嚟參加。希望全面提升13歲以下後生人嘅客話能力。一步一步啦，大家講，國家開放啲嘛，所以你從家庭方面，就咪講你把客家委員會推出幼幼級嘅認證，幼幼級嘅認證唔係講讀嘢書哦，佢唔係佢用談用講。只要官方統計，去年認證推出了後，去年未聽客話嘅比例對去年嘅55%提升到20年嘅61%。但是為講流量客話嘅比例，還係到40%到43%之間上上下下，客話復興還有進度嘅進步空間。講客家話的人口都以2%、3%在增加哦，它實際的這個情況，應該還要再加以更嚴謹的，再去做檢討了哦。另外，頭發展面向2019年2年客家法正式實施。客家基本法草案修正通過，其中第6條國家規定，客家人口將3個月嘅鄉鎮，或是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，加強客家人嘅文化同產業嘅傳承同發揚。雖然在今年度客委會獎勵重點區通過客家認證嘅公務員，總係有2300萬人，但是學者係認為，今天獎勵還係唔拉，未來應該加強個重點區度，整體公客環境嘅營造。而客委會到教育部人民來協調，來到呢個亞洲重點發展區學校點都，佢人民用呢個漢語啊來做教學，然後華語啊向下來進行。拖續咩嘅人講，你係講辦法同多來講客，嘅當然因此講，講客講好，所以要只喺度領頭羊嘅帶動作用。因為針對經過南陸用潮之境界南北客家文化園區，做下委託年底前完成營運，或者係國土嘅肯定，但是未希望客委會未來小批文化園區必要嘅工程款了後，當然增加預算，是進一步嘅用途各種文化資產保存，還有人才培訓項，為下一個10年打好基礎。客家新聞方介紹范權粉廖記者台北報道。